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因为这届三度级风台有可能会为咱台湾的南部登陆，所以高雄市已经有强制甲山区1500外的民众来疏开。另外，嘛有180个特殊的患者已经有预防性撤离。车道拢是山包，希望发挥挡水功效。这栋伫三明区的大楼开灭风台7月中创高雄，迄时阵涂骹2层拢积水，可即马水门还未修好，山头风台可能伫高屏登陆，互住户真紧张。我们整个坡道目前还在整建当中嘛，所以水闸门应该也都是没有办法完成啊，所以有跟市长讲说，因为我们水闸门没有办法做，所以挡水效果一定是等于0。金浦区的居民也真烦恼，30下晡真侪民众到公所领沙包，市府中道将风台灾变中心提升做1级开设。面对开灭风台引起的大楼地下室淹水状况，市府已经调度23000外沙包，予民众来领。也伫宣布停班停课了1点钟开放专区，309个所在甲中路桥、环境桥，予民众停车。不过有人烦恼高架桥不够，关的所在真紧就停满。看那个风势跟雨量啊，差不多。假如说已经下了1个钟头那么大，我们就要警觉注意了。市府表示，高雄高架桥无济，过未少学校地势较悬，错过停班停课期间开放专区9705个停车位也算有够。山区部分伫下晡2点撤离将近1700人。我们在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，本来是其他的这个县市按照作业标准是劝离，但是高雄是采取强制的撤离。所以1580位的保全对象已经在2点完成撤离。山头风台也好，高雄的风云市场人真多。市府研判高雄较淹水所在，可能因为风台势真久，降雨量上收，恐吓对高雄沿海地区带来真大影响。提醒民众做好准备，若违反风台准备工作，一定会强制撤离，马上开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